段消息来看，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坚信要来选桃园市长，除了迁户籍，今仔日嘛宣布把这个议员辞掉，专心投入选战。交实质书早晚流程，为这礼拜四开始，罗志强正做前台北市议员，按说要来选桃园市长。辞职其实也就是准备努力的往下一个阶段的服务工作专心的来奋斗。若讲真实的，罗志强一直扣地方嫌无够力，佮传出早就已经扣选举会除名。不过这个时阵却传出一份民众党民调，讲罗志强和别个人选比较，敢若输罗明哲。任何的民调基本上都作为参考。将近有50%的民众还未来表达来表态。所以我会更加的努力、积极的来争取市民的支持跟认同。那样想要参选的人，拢无咧烧牛，若免怎避免大家相答，都考验党主席朱立伦的智慧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